新竹新丰乡凤行村冬天居民过道路黑大体汇顺，古种嫩白家家路黑嫩五个屯小阿伯来落实。不过更加小阿伯一人引来引少的哟。冬天的强风人系太加速，天五台嘅强震群，如果唔盼得老主公也爱传下来嘅产业都安尼买黑，而屯也在李小田路屯产业接下来，所以小阿伯买鸭村。含州嫩老法用当地嘅凤梨屯粗养来做凤梨咸鸭村，含研发的鸭村做嘅西式甜点，结合新竹当地嘅几个后生甜点师傅屯沙琪妈妈，向下来开拓鸭村嘅市场。上个也个8年嘅加速事业上速下去，未会有韩国多样化嘅发展。一条吹鸭背行到搖摇摆摆、跌吧跌吧，都随时都空教水。柜台车内看起来动地影响。又搭配是新竹新丰乡的凤行村，才听人头摆，单都会做五个同小鸭背来落实。那时候我们村庄因为我们村庄算沿海的村庄，所以那时候老一辈的，包含爷爷奶奶那些，全部都是在养鸭所以我们这边都是以养鸭为主，因为就是靠海。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一些可以搭了，所以我们都是养在外面。那时候父亲在养的时候，我们都是养在外面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每一户都有养鸭啦。那个这几天下雨蛋量都产得不好。下雨天就是这么糟鸭子一只可以产几颗蛋？1天1颗。就1天1颗。对，就1天1颗。强震群系菜天太生日，用屋嘅天唔推，其同日本用李小田当早上嘅任务，就系爱去暗调顺一多，行个温盐鸭来。每天晚上是固定，就是要整理我们自己的一个鸭场鸭场都要整理啦，环境上都要维护。然后再就是说，每天晚上大概9点多10点就要把鸭子赶进来，然后赶进来之后，他们自己会找位置生蛋，他们很规律性的会在那边生蛋。然后就是比较累的，就是一大早大概5点左右就要起床，要把门打开给他们鸭子出去运动。那时候就真正辛苦的就是说要捡鸭蛋。要蹲在那一边捡鸭蛋。小鸭白有动到迷茫密集的条路同辛苦，菜天鸭白肉千多家下有20-30万只，不过田地本钱变粗，后生人从来种，小鸭嘅人家见来见少，也下鸭白抢存多2-3万只。用户经济有一道老主顾，天五台就隔天同一只鸭白做定下去。我即马我的客大家拢食我的卵，食怪死别位卵拢无爱买，拢是要来食我的卵。即马就是囝伊要接开去做，阮这个新妇也讲妈妈无咱咱就做紧，咱就做啦我讲好啦，你少年来安尼讲我就好啦，我试啦，加减做啦。你不传承的话，那就以后都没有啦。对啊，然后再来是这一边，因为我们在凤坑，我们就是靠海。那以前的祖先他们就是靠这一边的周围养鸭这样子，然后还有当渔民的为生。那所以如果说就这样子没了停了，那我们的孩子或者是以后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也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一个村子，我们以前不叫凤坑，我们叫阿波寮。对，那所以我觉得传承很重要。要粘稠的，粘稠。看你的不能放破洞的就行。唔验表体也就鸭白，生产出来嘅鸭卵，加掉美酒传统，用菜天引来嘅凤梨，加粗盐落去，拿来煎做凤梨咸卵。当然我们在挖这个红土的时候，当然会挑一些比较粘稠的。粘稠的，然后我们再用粗盐，做一个这个混淆之后跟水混淆之后让它整颗蛋像这样子附着在里面，把我们的粗盐跟它一直附着在一整颗蛋上面，让我们的放的一定的时间之后让这些盐分可以渗透到我们的蛋的里面，这样。
实地国外通俗嘅李孝田加本用真群过后，东山网同家家用好，佢发现做工业爱做天初要创新，故做前来先做菜地嘅妈妈，还有后生嘅服配师傅，用下来研发鸭卵相关嘅甜点。 因为就平常我们看得到，就是3色蛋啊，然后要不然就是3杯皮蛋啊，然后泰式皮蛋这一些的。那但是要不然就皮蛋瘦肉粥，这是外面你最常看到的。那就是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不一样的，或许它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或惊喜。对啊，所以就一试之后有没有？就每个师傅就一起配合，然后就变成很多样。因为你去结合大家做他们自己最 会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上回改变传统，由奉配师傅同鸭卵拿来推鸡卵，做出有香又好食嘅同高布类同卵塔，冇想到同舒服呀。洗起来下口感比较不一样，鸭卵下 Q， 盖卵下馍下 Q 下面，就是结合大家各有所长。 然后发挥到不一样的程度。甚至有三期妈妈遇到生意呢，做出同冰卡小、卡空气嘅甜点，出係鹹卵餅嘅，水果太豐度烘嘅料味，有鳳體味、鹹卵，還有香蕉。啲餅片度好未加嘅鹹卵，生意呢都一定好食。那我的冰的话，我就是减糖走向那个健康诉求，对，所以他吃到我的冰的时候，觉得我的冰有特色，那他希望我把那个 鸭蛋加到冰里面，那但我做了很多的试验，就是我希望就是以牛奶做冰的底层，然后把鸭蛋再加在牛奶里面，所以你们刚刚吃起来的时候，的确就是鸭蛋很明显，对不对？一入口就有鸭蛋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个鸭蛋独特香香的味道。因为刚才模拟的时候就是有太咸啊，味道不对啊。 那我们就一直试到我们觉得咸度 OK， 然后香度我要的香度有出来，然后把它包进水果。因为其实很多吃甜点很怕腻跟胃酸的问题，还有就是太甜。那我们那一次就加了咸蛋之后，发现咸蛋大福还蛮好吃的。也按多年來見發生禽流感，面到向亞人家多數都影響。 不過強正群同李孝田正面對，結合行卡當人嘅力量，免嘅來克服困難。